山猪鸟仔是过去台湾山区上在会当看到鸟仔，不过即马却变作是台湾强要灭绝的野生动物之一。嘉义梅山的瑞丰国小一直咧推动保育山猪鸟仔。那甲学生要安怎替山猪鸟仔找食甲大，搁有甲社区来合作，希望打造出一个友善的生存环境。再把刚刚采收的小米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取它的种子。听老师的指示，瑞丰国小的学生做伙替山猪鸟仔准备互因食的物件。家己县梅山乡的瑞丰国小配合社区的山猪鸟仔保育基地，设计山猪鸟仔的保育课程，要让囡仔了解家己的故乡有啥物珍贵的鸟仔。咱阮学校设计的三麻雀课程，主要就是要让囡仔会使去了解咱的家己的故乡有啥物珍贵的鸟仔，会使甲伊唤醒因对家己故乡的迄种关怀。瑞丰国小指出，囡仔学习照顾山猪鸟仔的知识。毋但替山猪鸟仔做鸟仔show，搁向社区讲农药对山猪鸟仔的危害。保育基地表示，透过这几档的拍拼，瑞丰的山猪鸟仔已经大大增加。农药里面有一些有毒的成分，会让它身体一些结构混乱，而导致它找不到家、找不到一些食物而死亡。我在算鸟，从一开始的第一年的66只，到第二年88只，到96只，到去年的107只，所以其实它数量是绝对在增加的。对，那我算的数量是在我们家同一时间算到的鸟，也就是说瑞丰村绝对不止这个数量。正西啊，用塑去互山猪鸟仔有通食，人造的鸟巢嘛为茶改做更较耐用的塑胶，这拢是为着要照顾用要绝种的山猪鸟仔。瑞丰国小表示，囡仔透过观察甲照顾的过程，毋但学着生态环境的知识，嘛对故乡的土地甲特色增加更较侪的认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